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花莲大地洞，伫个三卡浪步道失联的姓尤的一个卡哇5个人的遗体，总算伫个昨拢找到了。也毋过遗体已经互拖石底8天啊，遗体有破损腐败，真歹来辨认。即摆就要等 DNA 鉴定确认身份，才搁交予遗体修复师帮忙修复，至少就要3天以上才会当修复完成。 真无简单，等到消息，可惜上爱的亲人已经正做冷冰冰的遗体。姓尤查甫人的母亲经过6天的检视，将其尾也是挡袂牢哭出来。姓尤一家伙仔5个人调伫沙卡浪8天，如今总算会当团聚。昨日报告昨暗陆续有5台救护车出入职，判断讲内底载的都是地震当时伫沙卡浪失去联络的尤家一口罩。 只是遗体敢若已经全部筛出来，需要先透过 DNA 确认身份，结果交予代替的修复师到3天修复。小朋友的部分，它变成就是有上半身是挤压扭曲变形；大人部分它变成就是身体处于8天的情况下，已经有腐败的现象。看到最小的那一位小朋友，他的身体是非常卷曲的，非常的小，是没有错，就像在怀中的一样那个样子。当时第3和第4具遗体是蓝条条，搜救队判断是地震当时面对着危险，做老母的用尽全力想要保护囡仔，场面使人感动。 不幸落尾也是互大粒石头地死。在收到报告前，我们就会赶往花莲殡仪馆，然后就进驻在里面。经过8天，遗体状况不好，修复的大工程嘛已经找修复师，将会前往花莲的殡仪馆来到3天，希望会当互这一口罩的丧事圆满结束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